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来到了马可福音的第2章23节，一直到第3章的12节。在这段经文里面呢，一开始就讲到安息日。安息日到底什么是重要的？我们要怎么去守这个安息日？在这一段经文一开始说，耶稣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经过麦田，他的门徒呢，因为饿了，就在这个田里面就摘取这些麦穗，要摘来吃。这样，那这个法利赛人他们看见之后呢，他们就来问这个耶稣说：“你看这个你的门徒在安息日竟然做了这个不准做的事情，他们违背了律法，因为在当时这个安息日他们是不能够做事的。”然后耶稣就回应了，在大卫的时候，当他们他跟他的随从，他们饿了，他们就在上帝的居所吃了这个圣殿里面吃了这些贡饼。其实，在当时是不能吃这些贡饼的，因为只有祭司他们才能够来吃这些贡饼。这件事情也是在规范当中。可是在这里面，耶稣他带来一个新的眼光，就像我们昨天说要除旧布新一样，持续更新在主的里面。他说到呢，这个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的，在27节的地方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而生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而生的。然而，重点更重要的是，人子是安息日的主，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我们在这一天，我们的主是耶稣基督，他做什么我们跟着做，他说什么我们跟着说。而在接下来的经文持续有讲到，又是一个安息日，耶稣进入到会堂，看到一个手枯萎，他可能是不能行动自如、瘫痪或各样的状态，他手不能很好的使用。就在这个当中呢，耶稣他医治了他。这件事情更让这些守律法的、守这个安息日律法的，非常的不高兴。他们看到这个安息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面，然后耶稣还跟大家说，关于安息日我们的律法是怎么样规定的，做好事还是做坏事，救命还是害命呢？大家一声不响。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在认识神、认识教会，或者是我们在认识信仰的过程中，有时候我们只停留在表面，没有看到里面，反而让我们失落了那些里面就是上帝真理话语里面真实的宝藏。耶稣他的心意透过这段经文很清楚的表达，安息日是要让人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。我们很多时候会走在两端，不是太过律法，就是太过恩典，让我们反而失落了在这个里面很丰富神他美好的心意。安息日是为你我而设的，让我们来守这样的安息日，好好的享受在教会的生活里面，使我们的生命更多的去活出那个因为耶稣救我们，而我们将这样的福音传出去的生命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人子是安息日的主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在安息日唯一的这样依据，唯一的跟随。主要恳求主你帮助我们守这样的安息日，不只是守那样表面的字义，而是真的去经历到里面的意义，就是上帝的恩典要临到每一个与他建立美好关系的人，让我们活出在神话语里面的那样美好的行动。谢谢你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在新的一天持续活出与上帝美好的关系，使我们的身心灵在每一个礼拜都有好的安息。